宜兰县府宣布在南澳地区要全面开放水上的休闲活动。不过，当地生态保育团体希望民众在耍水的时，莫用香扑一寡清洁用品，避免破坏环境。以后，伫咧南澳地区海边啊场景将会是合法的。宜兰县政府2号宣布全面开放南澳地区水下休闲活动，伫45天内公告，并且伫水下采购示牌啊，互外界了解当地水下的风险，要QR code，互民众知影气象加长影的资讯，较袂发生危险。在南澳水域、南澳海域能够从事各项水域游憩活动这一个共识，我们会在45天内完成行政程序予以公告。南澳是被海沙堡2018年发生海沙堡请游客和长景光气饮食意外，县府北公告南澳地区，也就是澳洲偏到和平区北岸的海岸的范围，全部拢禁止水下休闲活动，开放水下团体正不满。虽然县府2021年修正公告有条件开放共存 SUP 等活动，不过也是袂使游泳、冲泳、压酸、水上脚踏车，这么要全面开放南澳地区的水下。有机会做一个新的示范，就是说，在这个海岸边做的告示牌不再是禁止民众亲近。他只要不要在上面那个比如说我们都有看到过上来呢，他就洗发精呢自己带水进去那边冲澡了。开放水下团体陆建县政府解除错误的经验，希望以后会当以南澳地区做示范。公部门的告示牌啊，唔当只是干那禁止民众挖滚水，是要提供安全上的建议。也拿当地的生态保育团体是希望来海边耍的民众应该避免伫咧水下海沙堡用洗发精等清洁用品，才袂破坏生态。县府讲，环保团体的诉求会表示伫告示牌仔内面，也提醒民众伫咧新公告完成进前，原有的限制令也是有效，爱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